他叫后啊，我就喊阿雷，我是江阴某良人。我那某良镇是西国横地镇，魁凤村和培城村一个6个村是国家级的黑藤村落。我那某良烈士于居，过去科举法也是三无故地，树立于秀秀江一横哈哈某良村的说法，也就是老黑娘喊下来的。2014年全日西国横地镇，这次的我那某良火灾、某良和二位、某良伦敦，那么是高山大鼓生命意义啊！这时候说啊，某良无见得酒，这次无西横梅，变成未来四下乡。我那某良啊，那一个年万某良的3年，没的时候常日就来民众。那红色某良的3年，那么也是革命楼区，红色交易。现在就是我那某良，基政10年人政许啊，是长美喜宽发美梦。那么我一个年了，是春节那天之际啊，我带你给下家把个年，刚好相识。做法老年个呢是身体健壮，家法家许；做法青年人呢是为干事业为恒喜。修报时个个结报，过年为你说，千万是狗一年狗一年。做法国泰民安，做法风调雨顺。做法我那的某良娃，越晒越秀，越晒越光。搿种我那就晒得一哩，也许吃饭我那在酒里，好吃再见。